布袋和尚带着一心要到四川峨眉山调查。伫迄个途中拄着金凤、银凤因姐妹，布袋和尚知影因姐妹是一个金正，一个银正，变成人形游戏人间。金凤姐妹同时爱着唐仁堂药铺听营，造成金凤姐妹反目成仇。四川同门的少爷唐日光对着银凤情有所钟，严顾老母的反对，再三要求唐日光杀害银凤，以绝后患。金凤寄予听营之后，发现听营的姐夫钱良大志前所，变成个男不男女不女，怀疑家中有妖怪伫咧作怪，请求福州县退灭妖，福州县不肯。最后，听营金凤决定搬厝，暂时离开是非之地。不错，内底啦，我知啦，我啥物人我就跟你讲哟。来，坐下坐。哦。哎呦，阿拉妹，你咧带这个道士来要做啥？你来，你来收妖啦！收妖，烧死人，收什么妖？甲赶出去！指头家，我是讲吼，最近咱厝内面敢若足无安宁的啦。啊，你甲钱嫂吼，迄两个敢若袂出有妖怪附身咧。啊，你变甲查某体，钱嫂变一个敢若查甫人的，有够粗放掉的啊！所以哦，我毋知请道士，你来收妖啊！收妖，我听你咧放屁咧。是安怎啊？无要紧啦，我是有心啦。做法，你听无啊？你讲伊有心啦，我一日我骗就知啦，这就是妖怪附身啊！我那个受伤。哎呦，啊你脚是安怎？无啦，去阿姐杀一个跋倒。哈！恁舅我敢甲你杀跋倒，我来甲你拼。等下，哦，你这个妖怪，你是要走了？啊！我是妖怪，我大胆，你敢讲我是妖怪，恁怎么甲你拼？你才真好大胆，你也敢拍面道，我免好啊，甲你收你，放手！你才放手咧，叫我放手，你别戆手啊！这阮兜扫帚阮连呢，袂见效，放手啊！放手啊！对啊！哎呦，啊你家嫂这是要创啥？伊啊，伊欺负我。是啊，伊敢欺负你，互我甲伊拼命！啊！哎呀，袂见效，人人。哇，咱要搬出去是袂用啦。阿妹啊，你拢无责无任的，因为这翁仔某吼，即摆咧受苦受难，你敢唔知影？代志敢有遮严重？那会袂遐严重？我是替因烦恼安尼。我是给伊一个反省的机会，无因就无果啊！我是爱给因了解，做查某的甲做查某的拢有苦衷的，所以哦，翁仔某就要互相体谅、互相尊重，安尼才会家和，家和才会太平，万事才会兴啊！哎，即摆讲出来无较抓啦，人爱实际啦。因翁即摆有心的，大部分人要安怎生囝？你要退死啊？真的，我咧传话倒未尽，结果自然成。好啊，莫操蛋啦！你即摆甲我共款的，头一粒两粒蛋啦。我即摆知影你想要圆满解决这阵男变女、女变男的代志啦。也毋拄可惜心有余力不足。情是山，爱是海，情爱就是山海关。
会当冲过这关，万事就免烦恼。嘿嘿，你放心，这件代志哦，我一定处理个足妥当。骗笑的，查甫人是安怎？一定爱啉烧酒心。啊，谁叫你遐尼扯？你做啥物查某人？迄对翁婿也要温柔体贴，迄无讲我心内的赤也，着爱照照解忧伤啊！哎呦哎呦，你做查甫就做甲起，做甲遐下巴哟。嘿，啊你做查某就做甲遮尔赤，赤甲放了山丘壁。阿弥陀佛，恁翁仔某到今仔还阁执迷不悟。师傅啊，你毋知这？恁都袂当互相退一步，互相体谅啊！唉，师傅啊，我甲你斗，这个赤查某偌赤啊，你知无？规身我那甲准安尼甲念到安尼乌青结花啦。是伤过歹，人有心袂晓共听笑，我毋则去了，甲尊甲念。好啊好啊，你讲一句，伊就应两句；你讲两句，伊就应四句。翁仔某做甲遮艰苦，过去啦，切切啦，离言啦。离言哦，我无爱。我嘛无爱。阿弥陀佛，好你加在，恁心中还阁有翁仔某的情爱。当然有爱，我毋知嫁互伊。啊，我嘛是贪着伊水，毋才会娶伊。今仔你有想要变回你家己无？迄无爱，我即要做查甫当厝味哦。我嘛无爱，我做查某的还未风流过。啥？你想要风流？啊，你毋想要讨去遐毋？对啊对啊，无枉费我生出遮尔水。嘿，啊你安怎？安阿弥怎？陀佛。阿伯啊，安怎？因两个翁某两死半斗梦。唉，因这对翁仔某啊，前世就注定冤家命债。也因两个翁某敢无想要搁变倒转来？唉，时机还未到。饮红姑娘，饮红姑娘。来，咱起来食饭。对啦，这位刚刚咱无看你少爷，伊人去倒？阮少爷即摆伫炼丹房咧炼丹。炼丹？炼什么丹？这我拢毋知呢。我会当去看伊炼丹无？炼丹房是阮长门的禁地，除了夫人甲少爷，任何人拢不准入去。小公，你要注意进去，阴阳五行，金木水火土在体内运行。阿娘，我知影。小公，你即摆用咧下药啊？是。唔知死我的查某，竟然甲闯入我长门炼丹的禁地！阿娘，你别演这。小公，你闪！阿娘，我求你，你留伊一命，唔通搁再下手。袂用的。袂用，歹会用的。小公，小公，你莫姑娘啊，炼丹房内底拢是毒气，你搁摕着阮阿娘的毒种，你上想要创啥？你甲啉奶呢？我来去摕点药。
你想要创啥？小公，伊是一个好汉。阿娘，千万唔通！我拜托你千万唔通！伊既然敢闯咱长门连丹的禁地，伊绝对爱死。阿娘，伊若是死，我嘛不想要活。点去！你是毋是我的囝？你今日为着这个查某，竟然想要违背咱长门祖先留下来规矩！阿娘，我求你，求你帮伊一条生路。袂用的，绝对袂用留。阿娘。你讲是死的啊！后白讲，书记闭关要死，奇怪，伊又没起来，你要忘记了。这时候，书记跳跳哦，你没有摸跳，叔叔，阿弥陀佛。快快起起！汉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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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叔叔，洗跳跳啊！布袋师傅，布袋师傅，请出关。阿弥陀佛，布袋师傅，恭喜你功德圆满，闭关1年，想必修为精进不少了，是我佛门法门龙象。多谢布袋师傅。为了筹建弥勒寺，今后我要更加精进修为。我讲师父无信，你就唔信。师父讲话起来呀！怎么讲？你还是在。怎么讲呢？这间竹仔厝是我以早读册时阵时常来的所在，环境真清幽。我想，你若是伫遮疗伤、静养，你的伤一紧就会好。嗯。对了，我来找看有药无？怎么讲？你的骹伤我看卖，应该要买药啊。真歹势，迄个机关铁夹仔本来是要掠马用的，想袂到煞来害着你。迄是我家己无小心落着的，我无怪你。我会甲你十丁零八番有无？叫你少爷就甲我顾好，你甲我讲我少爷当早出去都唔知影，这无打紧，连伊受伤的查某他到底无看，我是饲你要创啥的哈？哎呦，贤妹啊！我安尼远路听你骂人的声音，无到底是我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啊？真无你的代志，你去啦。是。哈，我这个做官老爷阿兄哦，安怎？感觉阮囝又搁犯什么罪？你要来调查哈？哎，唔是，我这抓来哦是专工要来拜托你啦，求你吼画一个解毒药啊！
我入要摕解毒药。金凤姑娘，金凤姑娘，你徛伫遮咧看风景？是啦。我有煮寡糜，搁一寡野菜，趁熟，你紧入来食食。你阁会晓煮糜啊？一半摆啊！来，你来食看嘛，看有好食无？嗯。阿言，你面哪湿啊？我甲你拭拭。阿来啊，你来啊！哎呀，小看卖，鸡石头拢甲你传来啊，免家己去买吼。看要欠什么物件，你甲我讲免客气，我搁等下摕。拢差不多啊啦，差不多啊呀。这间厝哦，较早咱人来采药的时阵，定定拢住伫咧遮。啊，以后哦，这间厝就当做恁阿母的新厝吼。阿六个，非常多谢你。怎啊？这个所在太大啦。这间厝虽然是有较旧，也毋过咱两人住斗阵，一切拢会自由自在啦。金毛啊，我一定会好好甲你照顾，甲你疼惜，互你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不会受任何的委屈，好不好？我知影你会对我足好，我知影你袂互我受委屈，我会做你的好家啊。阿英，人想要替你生足侪囡仔，好不好？对啦，啊，几落工也无看到银行啊，唔知影人走伫倒位去。金凤姑娘，有啥物代志先？我是偷偷走出来，事情要甲我阿娘讲过，伊一定真袂谅解。我想，我还是先转去一撮。啊，你要转去哦？也毋过我家己一人伫遮，我会惊呢。你免惊，我真紧就转来。佮再讲，这个底下厝的附近，拢是阮东华的私有地，无人会入来，应该是真安全。你放心，伫遮静养，甲你的脚医好，较是重要。那安尼，你紧去，紧转来，好不好？我叫你顶下做迄查某仔低调，你不但唔听，你搁带出去藏起来。你还是佚佗查某囡仔，佚佗到了这么大的麻烦出来。你敢拢食车捡袂记的心哈？这回这叫银行的查某囡仔，已经知咱长门连斗的秘密咯。无论安怎，一定爱死。阿娘，你那是你阿爸啦。我唔是阿爸，这是咱长门连斗世界的秘密，外人绝对袂要知影。哎呀，阿娘，你敢看袂出来？我是真正介意金凤姑娘，我不准你甲毒死。这回我绝对袂听你的话。你走，你走！你既然敢袂记咱祖先留下来规矩，你若坚持要毒死金凤姑娘，
我就先死互你看。哦，你既然甲遮尔啊坚持，你去甲伊讲，只要伊袂将咱长门连岛秘密讲出去，阿娘就放伊一条生路。也毋过你要答应我，你要放弃伊。什么？你要叫我放弃伊？伊是我心内所爱的人，我无可能放弃伊。讲囡仔咧，一个来历不明的查囡仔有啥物好咧？我甲你讲，恁阿舅讲要介绍知府大人的千金小姐互你做某，所以你即时爱放弃文芳。假使若娶着知府大人的千金小姐，你这世人就发达啦。我才无咧稀罕，这回我一定要坚持。我爱，干那金毛姑娘一个人尔。金芳啊，你还是转去。师傅，我修炼是遐尼艰苦，我请你开恩，你将我的原神还我。你的原神，你的原神是啥物？师傅，你明明就知影，为什么搁要逼我讲出来呢？我知影啥？我是真正唔知影。师傅，千里传音的人是你，你捌甲我讲过，阿英是我命中的劫数，你哪有可能唔知影呢？你应该咧昆玉山洞来修炼，不应该变成人，甲阿英结一段孽缘。我虽然变成人，也毋过我并无去害人啊！师傅，拜托的啦，原神是我的命底，你嫌我好无？你转去。师傅。阿英咧厝内底等你。师傅，阿英捌甲我讲过，当伊咧昆明山洞内底找无金财宝的时阵，伊一时想袂开，想要跳楼自杀，是恁甲救的。伊佫讲，是你伫布袋内底放一个金元宝出来，迄个金元宝就是我的元神啊！金芳啊，你若藏袂彻。师傅，我求你，我拜托你，你甲元神还我，我甲你保证，我绝对袂去害人。阿弥陀佛。期待予我找到出路，对感情有觉悟，离开你是我一生的错误。潘公公，我好大胆，偷吃灵鸡，我无吃，我敢去见娘娘。什么主意？眼鼻口开，我妈妈。你送啥？无啊。这张千年灵芝是美丽式的顶视一宝，师傅叫恁好好照顾。恁却想要偷食，好大胆，唔惊师傅甲恁处罚咯。我无偷吃，我敢去见娘娘。嘿，你搁辩解啊？安尼师傅罚恁念阿弥陀佛100遍。一个人60遍。每一个人念100遍，1遍拢袂使减的，知影无？知影。记念。咱莫养啊，好无？念无我输会生气。咱莫才按出来游泳，好咱走。咱即马要去高位，我嘛唔知影。我可摇摇，我嘛摇摇，我可摇摇，我嘛摇摇。我要去高位，我嘛唔知影。阿弥陀佛。
两位小师傅，请问有啥物代志？我妈做呀。请入来，我做物件互恁食哈。两位小师傅食饱未？食饱啊，真高兴。啊，恁是要去倒位？两位小师傅，两位小师傅要去倒位？唔知影。唔知影？啊，恁两个遮细汉，哪会要做伙相？唔知影。啥物拢唔知影，连要去倒位也唔知影。阿姨做水的。真是了。像叔讲的，阮阿娘嘛做水的。啊，恁阿娘哪会甘互恁去做伙相？唔知影。啥物拢唔知影，连要去倒位也唔知影。唔知影。无阿姨甲恁参详一下，恁莫走好无？留喺遮甲阿姨做伴。好，无爱。来用用好无？好啊。用到知道不？你真厉害哦！你赢，来，你来。赢。金凤，金凤啊，金凤。哎呀，你回来啊？求求念阿弥陀佛。哎呦哎呦哎呦，惊一条惊一条！你过来共打，是要用脑体烧？甲遐严重？严重的是哦，还佫一条烧，还袂甲你算啦。哎，啊，等我是有啥物小糖我甲你算？哎呦，听讲你昨昏甲隔壁阿狗因某手牵手去菜市仔买菜，有无？有无？你食葱？无法度啊！啊，伊就将我当做查某的，啊，搭手牵手嘛无啥物对无？啊，话佫讲倒转来，你甲我结婚，我才要甲你讲了呢咧。迄昨昏一个少年家来咱店拆药的时阵，啊，你目睭啥你用甩，人拖，你的目睭来甲我做翁的存在，你又袂见笑了。你都袂见笑咧，袂见笑啊？袂欠笑这好人客啊，无爱插你啊，小查某。人啊，你今日咯一定要甲我讲清楚，无啊，我绝对唔。你有敢后路我个落呢？哦，你这查某吼，我还要收你哦。收你？好啊，你拍，互你拍啊，互你拍啊。哎，啊你若是讲你变唔敢甲你拍，啊你拍到靠你啊！啊，人家讲你真共拍，哎呦，足疼的呢。啊好啊，我甲你拼，甲你拼，甲你拼。啊，我咧你老母啊，这夭寿查某，你敢甲你咪拍刑砍哈？但你毋是查某人啊，拍倒又毋是共款。共款就无共在乎啦。哦好啊，你这查某愈来愈毋是款嘞。我一个久无甲你站，你早毋知我也穿过大箱嘞。哦，好你开了。来来，哇，你讲我今仔日吼，若无甲你阿好落底吼，你袂管。爱啥？啊，我袂甲你拍，你就爱。啊，你要爱吼，你爱去靠位。子孙啊，一头起啊，这个好啊，卖去冤家啦。子孙啊，哪会就安尼冤啦？啊，你都减讲两句啊，啊有钱头家较好做人的啦。啊，你唔知啦，我咧教是阮某啦，你都唔知这查某吼死人的嘴巴啦。啊，我若无甲压落底吼，连个逼我头家就放尿啦。恁某，啊那个哦，伊拍人搁喊救人啦。哎呦！你个爱，你白就去塞。塞我，你塞嘛，来嘛，吹只枪。卖去冤啦，卖去冤啦，我即摆做公亲的，啊，真正甲我塞入去哦。你应该啦，你较闪唔闪啊？等下才身骨倒背。好，因为我这个算加衰，我还无用哦，恁继续。我怕你去拍个会出。拍死人啊！我今仔日就要甲你拍死，生我你逐工伫咧气咯。讲诶，
我甲你讲哦，我即摆是有心地的，你会知影哦。恁钱家是六代单传，你若甲我拍死，你以后都无人甲你碰到，你就做老孤困。二嫂啊，你最近手头加遐重，万不能若错手拍死一头家哦，是爱食多呢。恁翁仔某啊，逐工安尼吵架落架，咱店的是要哪做生意啦？你看最近哦，生意遐歹，你敢唔知影哟？娘诶，我知影我的嘴有较少，个性有较骄，咱莫我安尼冤，好无？我会改啦。水某诶，过去哦，我真正无体贴，若毋是出手甲你拍，都是起脚甲你砸。我实在唔对，水某，你原谅我。娘诶，水某诶，阿弥陀佛。阮潘师兄哦，叫我来请恁翁仔某去阮遐。阿弥陀佛。水某诶，多谢师傅赶便当转来。看破虚名现前身，头家娘，恁拢看过对方的个性，家己的缺点，以后莫阁计较，莫阁冤家啊。多谢师傅的指点，自从变做查某了，才知影查某人的痛苦。我以后一定会甲阮水某疼命命。是啦，师傅啊，自从吼我变过查甫人了后，才了解讲做查甫人嘛是真辛苦啊。师母，你以后要对我较好哦。会啦，我会对你真好，从今以后会对你温柔体贴。师傅啊，阮两个阿母碰到你，算是阮的福报，请师傅你接受阮的供养好。阿弥陀佛，多谢施主，我免人供养。海脚都好了啦，一心，这皮都要擦破了，够干净的了。干净？我看你呀、根本就是六根不净嘛！钱老板跟钱嫂的闺房之事，你也要管？众生的烦恼都是因为世间男女的情爱所造成的，他们有了烦恼，我当然要度化他们了。情爱既然是烦恼的话，世间男女也可以不要啊。世间男女如果没有情爱，那跟畜生有什么分别？我的年纪还小，我不需要知道。你要知道。我是出家人，你不要跟我谈情爱这两个字，我会想起我的父母，我的家庭。我们没有自己的家庭，我们可以爱其他更多的家庭。我们没有亲人，但是我们可以爱更多其他的众生。因为我们不自私，可以了解真正的情爱，你懂吗？哎呀，丢啊啦！你咧自己创啥？正好到家己的厝掩去啊！做外口在那美的，是你美火倒来哟。恁翁仔某伫山顶住了惯势呗？住是住甲真惯势啦，也毋过我就思念我阿姊的呢。思念恁阿姊，安尼唔较简单。你著搬转啊住，就会当逐工甲恁阿姊见面啊咧，安尼就袂思念啊啦。搬转啊住，较慢才讲啦。阿姊咧，伊最近好无？好，讲到恁阿姊甲恁姐夫哦，拄则咧搬出外大出来呢。啥？
因讲冤家什？什么咧冤家呢啊？会使讲是用武上炮大战铁公鸡啊！连我嘛要拍惨落去呢。后来吼，我再笑口条啊，安尼啊喂，笑到我感动的，我是看到了哦，目屎流目屎滴哦。阿英诶，阿英，我真爱阿英。阿英诶，毋是讲哦，阿姊爱讲你啦，啊无彩我咧笑你，啊无讲无当就离开厝内，害我哦足烦恼的，你知唔？我，等下就好啊。啊以后哦，毋通搁离开厝内哦，啊若无吼，阿姊会足思念你。子孙啊，子孙，咱阿英啊，人阿某哦，即摆搬去咱山顶已经厝大啦。啊，你若真思念的哦，叫阿英啊，等下遮照顾店，就会当逐工见面啊咧，安尼特别思念啊，对毋对？啥？伊人阿某搬去咱山顶迄间厝大？哎呦，安尼做味头我会讲话啦。勇诶，安尼敢好？好，水某的，人伊两个少年啊，新行路新地故，住山顶无人插杂，安尼感情毋知会交。勇诶啊，我跟你讲哦，啊，即马住喺山顶哦，若有欠啥物，你做你甲阿姊讲，阿姊哦，才叫恁姐夫去传。多谢阿姊啊，多谢姊夫。哎呦，免多谢啦，你是恁姐的宝贝，恁姐也是我的宝贝，啊，拢总是我的宝贝。哎，算起来家己的人哦，免客气啦。你的舞跳了真好啊，搁继续跳啊，你，我来找阮囝，小公咧，伊出去啊？伊无伫诶，咱的先上介好。你想要创啥？我要伺候你。小美人，这罐给我啉落去。既然想要跟我作对，小美人，我伺候你是你的福气。阿娘，小公，阿娘，我求你，你放弃这条生路。你这个不好做。阿娘，我求你啦。你，小公，你是阿娘心肝宝贝，你要伫啥物，阿娘拢会答应你。都是咱祖先拿来规矩，阿娘袂咧无遵守的。阿娘，伊是我要娶的人，我甲伊相亲了后，伊就说咱当嫁的人啊。你讲啥？门不当户不对。我无管遐尼济啦，阿娘，我心内只有伊一个人尔，我要娶伊。阿娘，请你答应我。你在讲啥？你是咧讲囡仔话是毋哈？阿娘，我是讲真实的啦，我娶伊了后，我会乖乖留咧厝的，我袂去说外口放荡啊。你一点仔都无信我，我无你这不好做。哎呀，好，报到腰间咧，先食一粒饭再来拍算啊，好无？哎呀，啊金凤安小嘛是走对哈？我嘛唔知。嘿吼，啊你有够讲的呢？啊你不要问金凤啊？啊金凤伊也唔知啊。啊这也唔知，迄也唔知，伊算起来是恁姨啊呢？啊你人阿某拢无咧关心你。啊大个啊，你讲这款话啥意思啊？啊，无才讲我咧等26年啊，拢无娶，真无简单，再拄到一个真介意的人哦。想要到讲，我都还没对伊表示爱意的，伊原来就注意走，总把我放杀。既然你介意，那唔较早讲啦。等甲人拢走起来讲，哪有较抓？啊，我爱囡仔，伊人是伫倒位啦？哎呦，哎呀，啊，咱定定来山顶采药啊！我毋捌看过讲照一间遮尔水的厝啊。我是你后背行啦，行唔着路啊啦。哎，啊，这太用个怪我的啦，网打啊遐厉害，山路有遐尔啊济条啊，我哪会认的啦？哦，
绝对答案嘞。啊无，咱内底讨一碗水啉啦。好。哦，有人伫无啊？有人伫无？有人伫无啊？阿六啊，哈，我看这间厝主人可能无伫个啦。莫甲乱叮当哦。袂啦，我都毋是囡仔个找水啉啦。有人伫无啊？歹势吼，我是出外人啦，啊要甲恁讨一碗水啉啦，吼。敢毋是金凤？得，哎呀，紧啊！阿总，水水来了。是啦，你看，金凤嘞，银凤。是金凤咩？真正是金凤。系啊。食啦。哎呀！我袂讲啦，啊，搁开咩伫个啦？哎呦，啊，你看嘛，紧啦，紧。阿英啊，伊是得什么病啦？伊还没绝育的，咱紧甲挨顿。哦，你是什么人？伊太予我找着出路，对感情有觉悟，离开你是我一生的错误。你是什么人？你是来救人？伊是我的人，甲伊爱得去两层顶。伊是我的姨仔啦，我敢会使见死不救的。伊是你的姨啊？无唔对，伊是因姨啊啦，嘛是我的爱人啦。啊，无你是啥啊？我是伊的未婚夫。伊即马敢若喘一口气，若无赶紧甲救，恐惊会有性命危险。会中着阮四川东盟的毒，只有阮东家的解药会当甲救尔。相信我，敢若我会当甲解救。银凤啊，银凤啊，甲我倒转去好无啦？我救你啦，我救你啦，哦。你若一个厝等你啦，你甲我等啊。你真是要甲因走？你敢离开我？小公，我决定要留你遮。真是的。真是的，小公，我就忝的，我想要来休困一下。欢欢喜喜，你们在玩什么？玩木马。木马好不好玩？好玩。胖师兄跟你们玩好不好？好。不行啊，胖师兄太胖了。胖师兄，你不能玩，你要减肥。师傅，请来点红的。阿弥陀佛，多谢多谢。师傅，请用茶。多谢。啊，恁对阮遮来，敢是有啥物贵事啊？无啦，我是对家过，顺便来看卖啦。阿弥陀佛，我要来走。师傅顺行。谢啦，不要。哦。是嘞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师傅啊。阿弥陀佛。阿郎，什么代志？我找到银凤啊。银凤？哎，人伫倒位，哪无对你倒转来？伊都唔肯倒转啊！我甲阿英啊两个安怎甲拜托哦？唔转啊，倒是唔转啊！我看你啊，照是绝种我倒啊啦。阿英唔肯转来，我去找嘛无路用啊。有啦，你是因阿姊啊？
然后啊，我拄仔煮一碗面，摊烧，你紧来食。来啦，来食一撮好啊。我食袂落。无食袂用啦，你即马人破病，身体遐尼虚弱，无食物件哪会好咧？我想要离开家。为什么？敢讲你甲伊是拄则迄个人啊？我惊破坏你母仔囝的感情。金某，你唔通离开我。你唔通走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去说服我阿娘，请伊答应咱成亲。嘛无